你仲做緊 Thermage Oreo X， 佢就太 out 啦！年度最強雙頻電波拉皮機王 Surf。Cellulosure Neutronic 皮膚科同埋整形外科醫生巨愛啊，醫生級儀器出手，邊輸啊！佢哋又做緊咗柏信偉做全球代言人啊！人哋話你知啦，其實柏信偉同童年㗎。今日就揾咗 Cellulosure Neutronic 嘅代表拆解呢一部 Surf 有幾勁啊！ Surf 療程究竟幾耐做一次？療程效果可以維持到幾耐 ？Surf 嘅療程會連續1至2次，每6個月可以做1次㗎。一般嚟講，如果你做完 Surf 之後有保持皮膚足夠嘅水分、敷面膜嘅話，你嘅效果可以維持到12至18個月㗎。咁究竟 Surf 安唔安全㗎？佢同傳統嘅 RF 有咩分別 ？Surf 嘅治療頭係用一個支磚網狀嘅貼片設計，即係咧熱能會喺每一格嘅支磚網入邊平均受熱，亦都唔會因為唔貼頭或者離頭嘅情況咧有一個過熱嘅狀況出現。對比起咧以前用開嘅 RF，佢哋嘅治療頭係一片裝嘅設計，變咗熱能咧好容易聚集喺貼頭嗰個周圍啦，咁容易咧令到皮膚有一個過熱或者痛嘅情況出現㗎。所以 Surf 嘅貼頭係完全安全，唔會引起任何嘅副作用。咁究竟 Surf 痛唔痛㗎？因為之前咧做好多啦舊式嘅 RF 咧都好痛好辣㗎。Surf 而家咧用咗5點嘅智能冷凍系統，再加埋佢有一個實時嘅表現皮膚溫度監測。如果你係皮膚過熱嘅狀態嘅時候，佢會俾皮膚有一個休息嘅時間。另外佢嘅輸出能力係好似海浪咁樣，一個 wave pulse 形式輸出，所以咧 Surf 打落去係完全唔痛，亦都唔會覺得過熱㗎。咁究竟 Surf 可以改善乜嘢部位㗎 ？Surf 佢有3個治療嘅深度，包括係 Deep、Middle 同 Shallow，處理到嘅問題包括下顎線、蘋果肌、法令紋、雙下巴同埋頸部嘅鬆弛問題。